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AI 凡人频道，我是主持人吴明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1959年沪剧《星星之火》的最终章，同时也介绍一下《星星之火》的另一位主演，工人领袖刘大哥的扮演者邵兵孙。邵兵孙生于1919年的江苏太仓，著名的沪剧表演艺术家，上海市第5届、第6届政协委员，国家一级演员。他唱腔自成一派，代表作有《骆驼祥子》、《罗汉钱》、《星星之火》等等。在国庆10周年，沪剧《星星之火》作为献礼剧目一炮打响，尤其是邵兵孙成功塑造了工人领袖刘大哥一角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同时也为沪剧艺术做出了重大贡献。如果喜欢我的作品，就点赞关注。好，请看《星星之火》最终章。你们都是没有用的东西，滚滚！喂，杰克森先生，先生，我很同情你这不幸的遭遇，不过事情必须马上平息下去，不然它会影响到我国的利益。为这一点，请你特别注意。是啊，我们正在设法证啊。领事馆要我同你谈一谈，为了我们共同的利益，你们也应该。到时候再说吧。对付几个中国公民，我想你们还是有办法的。不过，外面的舆论对你们很不利，要扎实保持党结共采党那几个工人。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金先生，拜拜。那做啥？来人啊！孩子，妈妈，去！妈妈！是那为啥侬条放票一样放来啊？今天你把做的种事体，难道是真的没王法了吗？桂英姐啊，侬别能说啥呢？嘿，我你是请侬来的，哪能为条放票帮侬来呢？啊，坐吧，坐来谈谈啊。老师啊，倒数啊！桂英姐啊，请坐啊！桂英姐啊，夫妻不要个能读啊！今朝我你请侬来，有事体要跟侬商量。我跟哪有啥好商量啊？杨大嫂，我今朝向侬办个礼。杨大嫂，怪我一时糊涂，失手打出小争执，现在外面事体闹得很大，东亚大不要寻上我。今朝请侬到此地来，求求侬要救救我呀！我有啥能力好救侬啊？只要侬讲一句闲话。要我讲一句闲话？是呀。那要我讲啥？侬就讲，党是政治是中国人，并非是那东洋部
大事，那是共产党叫你这样做。大嫂啊，一句话能救2条命，东洋人就不为难为我。难怪强盗不软心，吃女来委委屈屈有缘故。要我讲，是共产党叫我讲的，分明是一夜共产党。东洋人假打杀人要义务。杨大嫂，奶奶，我不晓得啥个共产不共产，我只晓得正是东洋部打杀的。哎呀，鬼影子呀！挂来挂去西瓜哦里哦，不能要挂东洋部，只能是难不成，不能为你生一个。你要吃饭就吃饭，你要啥个条件可以告诉我。鬼影子呀，只要侬讲，哎呀，讲呀，哎，我看还是得能吧。上为侬养的一切亏呀，打了你的儿子为走扬州府，那边地地黄彩，丝丝服服花银过，何必在此老婆公要弄得你家不好过里杨大嫂，把虎虎养的一起亏了。哼，我不要。是呀。杨桂英，今朝客气的叫上侬桂英家，这个是看得起侬啊，不要顺风气差得太早。老实一点，把一句闲话过来，到底愿意不愿意出来讲啊？讲啊！我不能昧着良心讲我，哪能？我不能讲。喂，告诉侬，阳关大道你不去走，好是好你不肯听，现在你是一家跨进了鬼门关，要死要活你自己定。我问侬，共产党对你有啥好处？你何必替他去骂名？哪？来，
我将来去问啥人侬啊？哦，懂的。我去。公，杨大嫂有消息吧？没呀。下来。李大哥，组织上叫我打来一张条子，可能是谁说？好。明天上午，南岸米子厂重大办赛时所召开记者招待会，可能与杨桂英事件有关。对。Ok, gracias.先生们、女人们，最近一个时期，外加对我们大日本企业方面产生了很多的误会。我本人深觉已有，贵国政有，以及大师保身公有，外加的舆论使我是有其事，其实有人中伤。为了澄清这混乱的局面，今天得请保身公杨小珍的母亲向诸位讲述他女儿自死的真相。由此可见一分，所谓古正翁有，实是教书有人，请诸位做出公正的评判。请杨女士。请。这一位是杨桂英女士，保身公杨小珍的母亲。杨女士，请你把事实真相告诉在座的先生女士们吧。杨女士，请讲。无忧忧啊，无忧愁，无忧忧愁比海深。为什么世道对我不公正？请先生们替我把道理评一评。假如扬州杨高村，我名虽是杨桂英，丈夫是个种地汉，夫妻勤恳过光阴。一时对接两个姑，一代子女称无心。长子16名少喜，女儿就是苦命杨小珍。都只为天灾人祸里泥沼，家中困苦难度生。丈夫有病无钱，
弟子必诸事说明。东阳他高为虎桥，他人到乡下骗穷人，骗了许多小姑娘，高升到东阳沙场做工人。我穷求了上了当，84岁女儿送进地狱门。我生公生我不是饥无垢，吃的苦头的人人。一日三餐吃不饱，蓝天衣裳不遮身。老板只晓得赚钞票，把我们工人不当人。不是马来便是打，就打家庭不留人。先生们，杨女士此接受得失，今人郎有一点小毛病。后天吃了是弟弟气在心，随身无有神经病。我女儿贫穷难落气，为逼着她经常不许罢工的，可怜她身为重病早都大，小小年纪伤在身。杨女士，你的女儿究竟被无人来打死？打死我女儿是东阳人。我才笨！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！哎，不是东阳人，是我呀！受人祸害我认得，杀我女儿的是东阳人，也有他也有你，杀人凶手虎狼群，兄弟姐妹气不过，怕代表以大反道理呗。东阳人态度太傲慢，反杀工人犯伤人，没杀天两个人错把代表开始出场门，工人们气愤冲天笑，组织工会罢工的，流氓帮我到此地，东阳人阴谋诡计很多事，要我灭共产党，要我低到黑白好人，他们自找威胁我不怕，有想拿天宽阳的马头乌阳欢迎，先生们请你们把道理评一评，我们为啥被起的？东阳人自己不支持我们的血人呀，他们谁学不能把理由，这非学长要事情。先生们，很抱歉，杨女士刺激受得太深，神经细锐的错乱。我们记者招待会到此结束，请到里面。Come on, let's go. All right, let's move. 大嫂，我你走侬的后头，对，我你一定支持侬。兄弟姐妹们，我没杀，敌人要收买我，要我出卖兄弟姐妹们，他们在做梦。对。对工人一生竟敢冲到主家上来了。杰克森先生，你要把他们统统抓起来。我们从早上就抓起，
连秦武王都关门了，可是唯有共产党，贾生先生，你要用谁力镇压？崔成先生，你放心，我们大英国一定有办法的。问你中国人为啥事体要被他打呢？对呀，为什么啥人还被弄得没办法？啥一才被他抢光？有打起来很多啥？小兰也被打起了。这个大人，老人放我来！不许动！来动我就开枪。那干里不干里？凭啥来打你？对，那凭啥来打人啊？对，凭啥来打人？所有人应该打起来。同胞们，那听见了吗？这个就是日常维持自由的英国先生讲的闲话。我们都是中国人，上海是中国的领土。可是英国先生抢我的手枪，不许我们讲闲话，这个是啥个道理？对呀，啥道理？都要插白了做咖喱，臭无成道打杀包成功，无缘无故打杀工人过正午的辰光。英国先生，侬这个辰光为啥不出来维持治安？侬打这个凶手提不起来？为啥么个凶手提不起来？为啥么提不起来？都
东方们啊，这位就是对打杀个保身工，两条这个武器，让伊来给大家搞一个吧。来，东方们啊，帝国之年他们是一时空出去了，东亚人打伤了人，英国人就出来保护，他们毫无理由打伤我的队伍，打杀工人科政务大哥，他们凭啥个理由可以打伤我们中国人啊？我们要报仇，我们要向帝国之年血腥的被血杀！打伤帝国之年！进来了，最后个人被抢回去了。开枪！哎呀，开枪了！我没杀，我没杀，他们竟敢开枪杀人，我恨不能手里也有枪。对，到时候我们会有枪。东方们，现在的东方们，帝国之女毒杀了我